请问红衣仔满月的时阵会有献麻叶的风俗，请问这是爸母吼毋望伊以后会安怎咧 ？A. 健康大汉 ，B. 做大官 ，C. 友好爸母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有时间老鹰吗？麻叶，麻叶，麻叶，欠麻叶啊，所以欠麻叶是健康老大汉的意思。阿红老师听过哈？对，欠麻叶啊，就是麻叶就是吃妹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麻叶，什么吃妹，就是吃妹王娘，嘿，就欠麻叶。把赶走。我会使解说一下是麻叶无？会使哦，老师讲会使。麻叶就是老鹰啦。对啊，就是无好的，就是无好的物件，啊，要互伊健康，安尼 A 啦。哦，哎，我的答案是 A， 健康老大汉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健康大汉对唔对？哎呀，做大这是6000，别人的失败就是你的快乐，机会来啊！快乐来咯。是做大官还是友好爸母？哎，你会使大声讨论，因无机会。对，友好北部，友好北部呀。那有囡仔就叫伊做大官呢。哦，所以你感觉是友好北部。对，正常来讲是友好。是，正常来讲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C 友好爸母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友好爸母对唔对？钱要送面，恁无爱滴啦。就是安尼我啦。就不爱想遐济讲。是啊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免想啊济。来，老师解说者。这个风俗是较早有啦，即马大家拢无咧过这种做这种代志啊，所以拢唔知影啦吼。较早就讲囡仔满月时吼，欠麻叶，讲麻叶，讲麻叶飞上山，囡仔做大官，麻叶飞悬悬，囡仔中状元。哎呦，麻叶飞家家，囡仔会快做爸。哦，对，所以讲这好听话啦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